大家好，我係今日豪宅嘅 Henry，今次同大家介紹個單位咧，就位於京士柏嘅麗庭苑啦。咁咧，單位位於麗庭苑嘅3座低層嘅 C 室，實面積有948尺，3房一套單位嚟嘅，目前做緊買賣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參觀下。首先入到門口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而且客飯廳空間分明。就我哋望向窗口嘅位置，望向北邊嘅內園泳池景觀，景觀好開揚喎。飯廳嘅左手邊就係廚房啦，廚房一個長方形嘅設計，而且家電齊備，配備咗個窗口位添，透光度十足。咁然後喺廚房嘅左手邊呢，就係工人房同埋工人廁啦。客飯廳嘅右手邊連接住2間嘅睡房同埋1間浴室。首先我哋睇咗呢間嘅睡房先啦。咁睡房嘅空間呢，都足夠放一張嘅雙人床位喎。望到出面內園景觀。然後我哋睇埋呢間睡房嘅位置。咁呢間房呢，就比較方正實用。然之後我哋睇埋浴室。浴室係一個浴缸嘅設計，配備窗口位係一個明示嚟嘅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房嘅位置，主人房嘅空間呢都比較係方正嘅設計嚟嘅。咁而且啦，都見到出面內園嘅景觀。呢度就配備埋一間嘅私人浴室，一個浴缸嘅設計，同埋通風嘅窗口。